再来看新竹渔港的渔产直销中心的工程，本地今年10月就要启用，市政府嘛通知烦恼10月初准备就当来刷起新的大楼，也毋过到当时个还未完工，所以烦恼这段时间拢无通做生意，是要靠无目屎。原底应该是闹热滚滚的鱼市场，即马煞变做这款模样。新竹南寮渔港渔产中心因为使用超过25年，市府伫隔壁起新的，结果5冬时间过去，原底讲摊商10月会当刷起新大楼，即马新的刷也未好，旧的佫已经互人拆掉，造成摊商这段时间无才调做生意。拢总300-400户，安尼要食饭啦。对你来讲，后迄边起好，咱才刷过啊，落刷过爱时间。好，1-2个月，咱拢无要紧，一定爱做。好，啊，你即摆才甲咱拆掉，啊，咱要去倒位？造成这个摊商无法做生意的空窗期长达3个月，摊商只能够靠打零工来勉强过活。我想这个市府责无旁贷啊！到底为什么不能够等新的盖完再把旧的拆掉？要让摊商没有办法生意做。市府指出，工程目前已经进入验收阶段，包括消防以及机电系统。渔产中心未来主要是开放民众使用的所在，所以安全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明年1月会当启用。直销中心作为公开使用的民生场域，安全优先是市府最高的原则。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验收，并进入最后的整备阶段。那有关租金的部分，市府看渔会也已经达成了共识，将在正式启用后才会收取。议员讲，其实年初市府就讲过，今年6月会完工，工程煞直前，完工时间变来变去，即马佫有新的讲法。虽然市府这3个月未收租金，毋过摊商员讲，这3个月损失，毋知要找啥人赔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